Hello，歡迎收睇多倫多網上電視。而家節目係多倫多直播室，我係今日主持劉瑞安，我拍檔黃美月。咁咧就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 Gavin Chan 陳志輝律師。你好，大家好。係你好，劉生你好，黃生你好。今日我哋揾到Gavin上嚟咧，主要就係話Gavin Chan 咧佢就即係好有大志。咁喺主要我哋而家播緊首歌叫《星光背後》咁，就係話佢而家咧就係喺一個多倫多或者 Richmond Hill 喺個 spotlight 照住之下咧。佢就參加咗列治文山市議員嘅競選活動，咁啊恭喜你先嚇！咁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你自己咧？好啊，各位你哋好我係陳志輝，我英文名叫 Gavin Chan， 我係一位律師，咁我亦都喺同我屋企人咧喺呢一個約克區已經住咗有20年嘅時間，喺呢一個我今次參選嘅地方係列治文山第6區咧。係亦都同我嘅屋企人喺度住咗有13年長嘅時間。我嘅小朋友從喺呢個區裏邊讀小學成長到讀中學一直都係喺呢一個社區同社區呢方面嘅一個生活咧，可以咁講係有一種好深厚嘅感情咁所以我亦都係決定咗喺呢個地區參選，喺我自己住嘅地區希望能夠咧使到更加喺呢一個地區嘅環境更美好亦都可以咁講，追求大家嘅係個生活質素嘅提高啦，出入平安啦。咁亦都喺過去差唔多有近20年嘅時間咧，喺社區不同層面嘅參與，由我小朋友讀書嘅學校有係校政會，由家長會由開始至到佢哋畢業有差唔多有超過10年以上嘅時間，亦都喺呢過去咁多時間裏邊咧，係曾經參加過不同嘅層面嘅呢個社區嘅服務，亦都譬如好似喺列治文山嘅圖書館嘅服務啦。因為我亦都好堅信其實呢個圖書館其實都係等於一個社區其實一個服務嘅一份子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咧或者我拆開少少啦，就話你本身嘅職業係律師，冇錯。係咪？咁據我所知咧，即係律師喺加拿大轉做政客咧，就例子比比皆是嘅。咁你又覺得即係由即係作為一個律師嘅專業去 run council 或者 run 公職，係咪真係有啲着數咧？嗱，着數咧，我諗可以咁樣講。所謂着數嘅意思咧，我相信你意思唔係指話有咩嘅個人嘅所謂嘅着數，係咪咧？即係容易啲選上咁。係嘛？係。咁我希望你我希望你講得啱，但係我可以咁樣講，我就亦都你提出一點咧，我非常之認同，就係話作為一個律師，因為我哋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尤其是對於呢一個法制或者政策嘅改動改革喺呢一方面咧係有一定嘅認識。咁同埋咧，尤其是你提到係啦，喺其實唔係喺市府裏邊啦，就算係喺其他省府或者係聯邦方面嘅3層政府裏邊架構咧，亦都有唔少係有律師背景嘅人士。好簡單講，譬如話我哋即係過去有幾位嘅總理就算而家我哋現任嘅安省嘅省長都係一個律師嘅背景嘅嚇。其實以前咧，我相信大部分嘅政客咧都係律師。而家我諗呢10零年開始都係多啲啲 business， 即係做生意嘅人去做。因為佢即係好多人都話，因為政府咧就完全俾律師 run 咧，就係冇咗啲即係嗰啲即係對於 business 嘅 understanding， 即係個 accounting 嗰啲咧就少啲，所以咧就係而家多好多啲係比較上多啲啲專業嘅人士咁另外我都想問就話不過如果我可以補充就其實就客觀嚟睇咧，其實律師嘅比例喺其實所謂政客咧，其實唔係咁高嘅。不過咧，我諗有一個觀點咧，就係可能一個所謂嘅 perception 咧，就係話好似頭先Joseph 劉生講，因為一個律師可能因為佢哋專業方面嘅訓練，對於法制或者係呢個改革推動咧，有一定嘅認識。所以喺呢方面咧，可能係比較熟練一啲咁樣嚇。
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都係唔係一個咁高嘅即係比數。我諗係即係呢10幾年開始啦，係以前咧就大多個比數大啲。咁黃先生，我諗你經驗喺呢方面好豐富啦。我喺加拿大，我咁啊，噏少少，我想問問咁我哋要跟你哋學。如果你選到之後，你會唔會仍然繼續呢個即係律師專業咧？其實呢一個問題咧，其實我未競選決定參選之前咧，已經好詳細咁考慮過，亦都首先咧就係同我係而家現在辦事嘅地方咧有一個共識。咁我亦都好高興咁講咧，因為亦都我過去亦都提過頭先，有喺唔短嘅時間啦，差唔多有20年喺即係無論喺擔任公職好似以往係曾經俾呢個省政府委派為呢個約克區嘅警政委員啦，同埋其他啲嘅公職嘅時候咧，我都係已經係做一個好充分嘅時間分配。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我絕對係有信心。第一喺時間分配方面係冇問題。第二咧，我亦都係好誠意咁樣咧，係以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因為我亦都相信，倘若一個市議員如果唔係以一個誠意，以一個真係以民為本嘅心出嚟呢個係為大家服務嘅時候咧，最多俾你競選成功，都可能會係做一任嘅啫。所以喺呢一方面，我時間分配方面，我係首先以呢一個服務大家嘅俾我嘅居民係為第一位。因為如果係冇大家嘅鼎力支持，我都冇機會大家做事，所以我係會係咁樣嘅分配。但係點解我都會提到話係會繼續喺律師方面係繼續呢個專業呢？其實呢，頭先你提到話好似話有利律師有利做呢一啲所謂政客嚇。咁第一因為繼續從事呢個律師嘅行業嘅時候呢，使到我其實可以更加喺呢個議會呢更有效咁樣將我專業嘅知識同埋係繼續係清楚一路影響市會，尤其是係譬如話省府或者係其他聯邦政府嘅法例呢一個條例嘅修改之下呢，更加咁有效有所謂叫 update 嘅 information 資訊嚟係做呢一份嘅工作。咁其實我覺得只係有利會係相輔相成，係更加可以配合到呢一個市會嘅工作。呢次係咪你第一次出嚟競選咧？我今次咧係可以講係所謂捲土重來，咁亦都係聚集咗咧係我3年前喺呢個地區競選嘅經驗，咁同埋咧亦都係過去其實一路以來咧我都係有繼續參與社區，咁其實都表示一樣嘢，我就唔係話係參選就跟住咧就好似係冇繼續係為社區服務或者係做一啲唔係持久同社區服務嘅工作。咁所以我喺呢方面亦都希望大家會係睇得到，我係喺咁多年來一直係一心一意係為社區不停咁樣服務。競選與唔競選嗰個只係一個次要嘅問題啦。或者我知道你今次競選有個網頁嘅，或者我睇睇個網頁啊，嗰度查。好啊。係啦，呢個就你個 website 啦。咁叫寫住係呢個係 godwinchan.com。咁呢個係咪特登係為競選而設立嘅網頁嚟㗎？冇錯，不嬲都有呢個。呢個係咧係為競選嘅而設嘅網頁。係嚇。咁喺入邊咧就有好簡單啦，有即刻要選 godwinchan 啦 ，Ward 6啦。Ward 6其實嗰個 boundary 喺邊度嚟咧？好高興你問呢個問題，好多朋友都問，因為好多時呢啲其實嘅 number 咧，好多時人哋都唔會係有啲咩。唔知係咪你選民所投票都唔到？好多人覺得嗰個 number 其實係好混淆嘅，尤其是咧，其實唔係淨係喺列治文山，其實咧喺今次咧隔離萬錦市同埋旺市咧都全部話新個選界。咁好簡略咁講，大家都知道列治文山咧就係嘅最南嘅邊界咧就係第7公路 Highway 7，咁由 Highway 7以南向北走，呢一個區咧嘅最西嘅邊界咧，其實好好，劉先生Joseph咧，而家啱啱咧就已經係其實去咗我 website 一個地方咧，叫做 Watch 嘅，咁咧呢度已經係有所新嘅，即係西至央街，係啦，西咧就去到央街，
咁由 Yonge 東咧就去就去到呢個公路嘅404公路 Highway 44。嗱咁有一度好得意咧，佢又喺呢一個 Bayview 與404之間咧，嗰個北邊嘅邊界咧，只不過去到係16街啫，好多人會熟悉㗎啦。咁但係喺呢一個 Yonge 街同埋 Bayview 嘅中間嘅時候咧，佢又由 Highway 7一路去到嗰個叫做 Waldrick 嘅地方。咁呢一個地區咧係你哋都睇到，如果大家可以睇呢個呢個前邊可以展示出嚟咧，就係所謂新嘅 Ward 6。咁有一啲話，頭先點解會混淆咧？因為有一個部分，譬如話係由 Yonge 街去到 Bayview 呢一個地方咧，現在係屬於呢個 Ward 6。由 Bayview 至到404我一個部分咧，現在咧叫做 Ward 3，係第3區。咁但係最重要大家記得嘅就係話，你投票嘅時候，下個月11月13號或者之前預早投票咧，你而家投緊嘅會係第6區，就係啱啱你哋而家睇到呢一個地方啦。由 Yonge 去到404，由 Highway 7去16街，只不過係 Yonge and Bayview 咧，再會去北去到 Waldrick。OK。咁我希望呢個係好詳細。咁即係話啲聽眾觀眾朋友咧，你哋住喺呢個地方嘅話咧，嗰入邊會係其中一個 candidate 啦。冇錯。係啦。OK。咁其實我喺呢一個網址係咁樣介紹咧，其實個用意咧就係希望第一帶出嗰個資訊就係話呢一個係新嘅第6區嘅選區。咁第二咧，你哋都睇到啦，喺大家嘅另外一邊係左手邊咧，我係亦都係講關於呢一個唔同嘅通訊嘅電話，譬如話關於呢個高車嘅電話或者係個約克區域嘅電話或者係列治文山其他大家好經常需要嘅服務嘅電話咁樣。從你嗰個 photo gallery 入邊咧，你見到好多 supporter 即係有政界有社區名人咁你覺得呢扎人名人對你嘅譬如話即係咁嘅 reference 或者係 testimony 會唔會有助你競選咧？嗱，我就想補充一下，有一啲嘅其實呢個想展示嘅咧，就係我過去亦都有關係特別選舉嘅一啲嘅圖片啦。另外咧係有啲其實咧就係喺過去呢個社區參與一啲活動嘅圖片嚟嘅。咁亦都可以咁樣講，亦都你睇到咧係有唔同層面嘅人士同我一齊，大家係共事工作啦。咁譬如話有一個咧係關於我喺4年前嘅時候咧，同其他一啲喺呢一個區內嘅熱心嘅人士，為咗希望加強呢個保障嘅交通安全咧，成立一個呢個道路監察 Road Watch 嘅個 program。咁當時我係一個創會嘅師傅啦，亦都係咧可以講係負責呢個籌款。咁我諗大家可能都明白，其實咧籌款其實係一個都係好艱巨嘅工作嚟㗎。同埋尤其是啱開創嘅時候咧，就未有成績俾人哋睇到嘅時候咧，係更加比較挑戰性大啲。不過我亦都好開心咁樣喺度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亦都係好成功。想問下你咧，你而家現有即係我見到呢張競選單張咧，就即係好多嘢啦。咁我想問有冇邊一啲公職即係社會服務你係而家 carry 緊嘅？係咁咧就亦都係過去咧亦都係頭先提過有差唔多近20年嘅社會參與啦。咁亦都係而家現在咧，我就喺呢一個係約克嘅區啦，嗰個係叫做 Community Foundation， 係一個社區嘅基金開始成立一個 Steering Committee。咁可能我答啲大家會認識多倫多自己本身都有一個 Community Foundation。咁呢一個係好有意思嘅做法。而家係一個可以講係成長期。咁呢個係Richmond Hill 嘅。呢個係 Richmond 成個 York Region 嘅咁呢一個係其實一個社區嘅基層嘅組織，唔係一個咩政府嘅組織。咁個用意咧，其實就希望咧能夠集腋成裘，有一個所謂嘅社區嘅基金，咁咧就方便，譬如話喺呢啲幫助特別嘅有意思嘅一啲嘅社區嘅活動嘅時候咧，更加能夠可以做一啲有效嘅統籌，或者一啲 disaster 嘅幫助。咁咧就希望唔好啦咁另外咧，我亦都係
呢個喺呢個列治文山同埋呢一個所謂康山呢一個呢個社區嘅佈置咧，叫做The Liberal， 但係呢個咧就完全係同黨派冇關係嘅。嚇，呢個係一張 newspaper， 我哋叫做區報啦。嚇，因為呢個社區報咧，我亦都喺去呢一個所謂去嘅一個叫做社區嘅網絡嘅panel 啦，係服務持續已經有差唔多2年嘅時間㗎啦。咁另外亦都係呢一個嘉華呢個約克區嘅嘉華聯會啦。咁佢哋最好比較多啲人認識嘅咧，就係喺萬錦市嗰個嘅城市廣場嗰個。冇錯啦。咁但係亦都隨着喺呢個列治文山同埋呢一個旺市嘅華裔居民越嚟越多啦，所以亦都係繼續咁樣成為一個由呢個可以咁講，從萬錦市開始，亦都會係做成一個約克。冇錯啦，係啦。好似譬如最近亦都係我亦都幫呢一個會咧主辦過一個係關於呢個社區安全同埋呢個防止罪案嘅座談會嘅。OK， 咁但係呢一個你係即係一個活動嘅講者，但係本身有冇咩一個公職喺呢個嘉華聯會度？我嘉華聯會咧，我就冇擔任咩任何嘅公職，咁咧，但係咧喺活動方面咧，我係積極咁樣係幫佢。咁除咗頭先講呢個 Community Foundation 啦，同埋你喺嗰個報紙度 The Liberal 度，咁就冇其他啦。亦都有個小朋友嘅中學嘅所謂校議會啦，繼續咁參與啦。咁呢一方面其實頭先我都提到你介紹自己嘅時候咧，就係喺小學嘅時候校議會都參與咗有多過10年多嘅時間。咁我而家呢方面係繼續參與嘅。咁即係你3份公職，1份司職，你個律師。咁如果但係當選之後再多份公職就係市議員。咁你有冇時間瞓覺啊？咁樣其實咧你咁樣講咧，我同你分享呢樣啦。好啊。咁其實現在頭先提到已經係做緊嘅呢個市議員咧，其實佢就喺呢個現在第3區嗰個啦，咁嘅列治文山，佢係好多間區內小學校議會，佢都係有份參與嘅。咁佢同時佢都係市議員，同時咧我相信佢自己都有其他嘅職業。不過換句説話講，我想講嘅唔係講單一個議員，而係如果你睇好多譬如話鄰近，譬如係呢個多倫多市或者係其他嘅城市，譬如好似萬錦市之類，亦都有好多唔少嘅例子係市議員。除咗係呢個市議員嘅職務之外，亦都譬如話有其他嘅職務，包括其他嘅所謂公職。咁所以其實咧，我相信最主要嘅就係話，我個心態係咪以真係為社區服務，係咪全心全意係以為社區嚟做第一位？若果係真係能夠喺呢方面，我哋大家都明白，其實時間係我哋自己點樣分配嘅啫。因為亦都有啲好多咁嘅例子係好我相信大家認為好認同嘅市議員，其實都係有唔同嘅角色。我諗好少見到話係一個所謂單係做某一樣公職嘅人士。其實即係我同意啊，就話人係即係多面手咁但係唔好忘記就頭先講過，即係你喺嗰啲公職加你份律師嘅工作，如果再加埋你選到作為 counselor。你仲有啲未講喎，就譬如話你係即係某人嘅丈夫，係啲你啲仔女嘅爸爸，呢啲都係 take time，當然都會分神喎。當然嗱，你呢個問題咧，其實好多即係我頭先應該我提到話有不少嘅例子咧。咁第一你提呢樣好講得啱，亦都我係得到我嘅家庭，我太太同2個兒子嘅支持，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其實咧唔係話而家我係由參選呢個事開始㗎啦。咁我頭先都提到，我過去成20年，差唔多20年喺唔同嘅地區嘅參與。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得到我家庭嘅支持。咁喺時間分配方面，呢個唔係一個新嘅開始，而可以講係一個係持續。咁但係亦都可以咁樣講。頭先我都提到就係話呢一個唔係話特別嘅例子，而係話已經有不少好受人哋歡迎嘅，亦都有政績。可以俾大家見到嘅不少喺其他地方嘅市議員，其實都係所謂廣東人有一句或者中國人有一句叫能者多勞可以咁講。我唔敢話自己係能者，不過咧就係話因為好多時咧
亦都係one thing lead to another，即係意思嘅就係話好多嘅參與咧，亦都因為點解你係對某一方面，譬如話特別有你嗰個知識啦，或者經驗啦，好多時其他啲無論係呢一個社區嘅團體啊，或者其他一啲嘅人士咧，都會希望係爭取會係邀請一啲人咧，即係喺呢方面有經驗人咧，幫佢哋做一個顧問式啊，或者係參與活動。咁所以頭先我講緊例子就係好多其實喺唔同嘅地區，譬如話我頭先提到好似多倫多市或者其他地方嘅市議員，有好多如果你有機會，我相信或者你都會知道，其實佢哋除咗市議員工作，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參與嘅。所以呢個完全係冇咩特別，係一個好廣泛嘅情況。不過咧，我都有點想即係提醒下你，就係話咧，經過我採訪嘅經驗咧，就話我哋現任嘅多倫多市長咧，姚大威做咗市長之後咧，據講咧，佢每個月收到嘅 invitation 去出席嗰個即係 event 嘅咧，超過1000個。而我哋好出名嘅黃志華咧，佢話佢都講緊係即係一個月超過100個。咁即係話要喺你咁頭先講咁繁重嘅公務多咧，你要 spare 啲 time 咧，即係好多應酬要做。第一咧，好多謝你同我即係同頭先兩位一個所謂係市長一市幾百民之長嚟做個比較，好多謝你咁抬舉我。咁亦都好多謝你抬舉我咧，就係同一個負責係省嘅代表嘅議員嚟做一齊辯題。雖然我同黃志華議員現在已經係卸任咗啦，以前到大家一齊呢個約克區嘅議員共事過。咁亦都我都明白佢當時亦都係繼續係做一個律師嘅工作。咁但係好多謝你咁抬舉我同呢兩位重量級嘅政客。但係我相信請你上嚟都希望你選到啦。當然，但係我相信咧如果有我每一日都有好似苗市長同埋黃前呢個省議員有咁多人邀請我咧，我相信係大家係對我係真係好有呢一個愛戴。咁我亦都如果係真係可能範圍裏邊咧，我亦都會係即係為大家服務。講啲商業啊，即係當然我要係時間分配政綱啊嗰啲。講下你平時中意玩啲咩？其實有冇咩 sports entertainment 你中意玩嘅？我咧就中意咧就喺呢個做所謂人哋做運動啦因為咧亦都可以咁講，因為頭先我提到話時間分配啦，喺時間分配方面咧，如果我係所謂去做嗰啲所謂人哋話去 gym 所謂即係做 exercise 咧，我變咗時間上方面咧，我可以好彈性，我可以好早去，或者我可以好夜去，或者我可以喺有時間嘅時候我就去。咁但係咧，我就係亦都呢一方面咧係持之以恆。咁我可以喺度向大家可以剖白，就係自從我係呢幾月來參選咧，我就係冇時間去啦。咁以往咧，參選可能係一種好強烈嘅運動量。冇錯啦，你其實一種係因為每一日咧，我相信大家譬如話 Joseph 同我黃生，你都訪問過不少係已經從緊政或者係正在而家參選嘅朋友。咁每日都要上街咁其實就係一種運動嚟。不過一路嚟講咧，我都有係不停。每一週我都有定期起碼1週3次起碼4次嘅去做呢個運動，因為其實咧嗰個咧係可以咁講係第一係個鍛鍊嘅身體啦，第二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可以咁講係一個係減壓非常有效方法嚟嘅。咁係喺呢方面，你連我跟住想問嘅問題都答埋啦。我想問你究竟減壓用咩方法？咁其實咧可以講，譬如話喺呢個所謂叫做 treadmill 即係喺度跑步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喺室內跑步，因為室外咧就好多時就天氣或者亦都冇錯，亦都有時係嗰個要注意所謂嘅小心安全嘅問題啦。有時我知道有朋友可能或者一早要跑或者係夜跑。咁喺呢一個所謂室內嘅呢個 treadmill 跑步咧，其實好多時啦，你而家講時間分配啦，我可以又喺度剖白同你分享。好多時我喺度 treadmill 跑步慢步同埋其實我可以咁講，有一部分係咁樣。同埋咧，好多時我喺文件咧，我都係喺跑步嘅時候慢跑嘅時候一路睇文件，一路係鍛鍊身體嘅。另外除咗呢個 treadmill 咧，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嗰個係所謂嗰啲叫做 sled
step ladder 啦。OK。咁啲 step ladder 咧，上樓梯其實你係上落嘅時候咧，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其實我個時候咧就睇文件最好嘅時候。OK。第一，你係好專心，冇電話嘅騷擾或者其他所謂而家好多嘅人士喺寫字樓做嘢嘅，都會有啲所謂叫做嘅 BlackBerry 啊，或者其他嘅資訊嘅騷擾。咁呢方面咧，你係自己真正喺自己嘅時間係做一個咁樣嘅，你頭先提到除咗運動啦、減壓啦，其實亦都可以好有效咁樣冇騷擾底下咁樣咧，係去閲讀一啲文件。咁我諗無論做邊個行業，好似黃生提過，譬如話其他行業，其實都好多而家喺呢個呢個商業社會裏邊咧，好多資訊係真係要過目㗎。睇翻你個 brochure 咧，好啊咁你就有個 slogan 叫做 Join Team Chan and help make a difference。即係呢個 difference，你只係話而家 Richmond 有好多漏洞要改善啦，定係話呢個 improvement 咧？有冇咩具體啲嘢講 ？What's the difference？呢個其實就唔係一個 slogan。呢個其實咧就係話呢個係向大家呢個市內嘅居民係有個承諾呼籲佢。呢個都唔係承諾。呢個其實個就係話 Join Team Chan 咧，就係呼籲區內嘅市民係熱心咁樣投入呢一個市選嘅一個運動。咁其實我應該講下運動咧，其實呢一個咧頭先你又提到政客啦，我個人其實咧個意見咧就係我覺得喺市府呢一方面咧，唔係一個咩特別嘅政治嘅圈子，亦都唔係一個咩政客。咁當然係睇或者一個市員嘅做法啦。我覺得因為市府嚟講咧其實係關於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由朝頭早，譬如話好似你頭先Joseph 你要同我斟一杯水啦，好多謝你。咁呢啲水其實要清潔與否咧，就係其實都係市府嘅服務範圍之一啦。咁到譬如話每個星期或者好多居民都知道會有要垃圾嘅收集道路嘅維修，咁呢啲根本係同我哋日常所謂食啦，即係講飲水啦、行啦。住啦好有關係，咁係根本唔係一個咩政治嘅圈子。咁講翻呢一句咧，就係只不過咧，希望亦都係帶動喺呢個咁嘅參選嘅運動咧，係多一啲嘅居民真係認識同埋拉近距離，知道我哋日常嘅生活。原來市政係真係息息相關嘅喎，唔係一啲所謂嘅政黨嘅政治嘅所謂嘅情況。咁亦都頭先話 help make a difference 咧，其實呼籲大家咧。參與呢一個咁樣嘅競選嘅時候咧，都係能夠為社區盡一分力，作出貢獻。所以呢個完全唔係關於我自己嘅競選嘅 slogan，其實希望透過呢一個呼籲多啲嘅區內嘅居民能夠係參與呢一個咁嘅程序，呢咁運動咧，大家都提高我個對社區嘅歸屬感，亦都對市政方面嘅認識嚇。咁當然亦都係喺呢一方面係會係推動多啲朋友能夠係支持我啦。想問下你係幾時登記參選市員㗎？我登記參選市員咧係今年1月嘅時候，所以我係好早嘅時候咧，就會係已經係決定咗，已經係繼續呢個頭先黃生都問過呢個捲土重來，我係都有繼續喺呢個上一次參選以後咧，不少嘅中外籍嘅選民區內市民都係俾我一啲好多嘅鼓勵。咁同埋咧，我亦都好欣慰咧，其實喺2022年咧呢個市府咧，亦都係認同我過去喺唔同層面嘅參與，又都頒咗一個義工嘅成就獎，同埋咧係name咗一個 Out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Year 咁樣。咁呢一方面對我一個鼓舞，亦都係因為大家我係睇到對我嘅認同同我鼓勵，所以我都係決意我亦都係好早，好似你頭先問到，係今年1月我已經係報咗名係參選啦。你對於公共交通嘅意見點樣？譬如尤其是而家約克區個 Viva，你認為搞得好唔好咧？因為而家省政府俾好多錢嚟 develop 個 Viva 嗰個公共交通。係我供你提嘅問題，因為咧 Viva 交通咧，其實佢而家現在有一個嘅交通嗰個轉換點咧，就喺正呢個第6個選區入邊啦。咁咧就 Yonge 同 Highway 7。咁可能如果大家有用，未必一定喺呢個列治文山市住，或者你其他嘅地方喺近住 Highway 7同呢個 Yonge Street 有用呢個 Viva 咧，你都可以行上熟習。咁黃生講得非常之對。
咁呢一個咧，其實另外一樣咧，我哋都要係3級政府合作啦。頭先你提到省政府，咁聯邦政府呢方面咧，亦都係就會係會作為一個，如果第日大家支持我再試驗咧，我更加推動其他2級政府繼續喺呢方面咧係會撥款喺呢方面嚟呢個爭取更加能夠做得好。咁如果你講翻 Viva 咧，佢 Viva 自己本身嚟講咧，佢哋亦個調查咧，佢哋係覺得非常之成功嘅。咁佢哋其實話喺呢一個所謂嗰個ridership 嗰個乘客增長力咧係非常之係滿意嘅成績。咁呢一方面咧雖然話係 Viva 自己公佈，但係都有目共睹。但係喺呢一個改進方面，我覺得亦都有改進嘅地方。譬如講喺我呢個第6選區入邊咧，好多呢個商戶同埋一個居民呢個用嘅地方嗰個街叫做 Chalmers， 好似一個係其實就係啱啱好多呢個人會用到呢個灣景路啦、Bayview 啦，就下一個大街口啦。咁竟然咧 Viva 嗰個 bus 咧喺嗰度，尤其是所謂嗰啲快速嘅 Express 咧係冇站嘅。咁其實我喺呢方面咧，我會推動，因為其實喺個 Chalmers 不止到係好多民居喺個附近住啦，會咁嘅需要啦，亦都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商場亦都有呢一個唔同嘅食店或者其他方面嘅做生意人，亦都其實希望除咗話係一啲揸自行車嚟嘅朋友或者顧客，或者頭先提到話喺度住嘅人或者上班或者其他要出入呢個地方方便咧，我會係建議喺 Viva。除咗話係成功，而家我哋已經係話嗰個所謂乘客量已經高咗，但係可以其實更進一步、更有效咁樣咧，喺一啲咁需要有一個咁嘅 express 嘅站咧，係加設咁因為咧，現在未有嘅時候咧，即係好多喺呢度要用呢個 Viva 車嘅朋友咧，就要用即係所謂嗰個其他嘅 York Regional Transit 咧，係冇咁頻密嘅。咁尤其是我都頭先提到就係話。最緊要咧係要方便大家，咁因為其實政府無論邊一級都好啦，擺咁多錢落去一啲公共嘅 transit，就係希望造成一個情況咧，就係大家多啲用公共汽車，從而咧少一啲揸用自用車。咁個成效有咩咧？第一就係透過咁樣去減少嗰個交通嘅阻塞啦。第二，我諗大家都會明白。雖然而家油係平咗好多，咁但係大家係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係經濟壓力對於唔係淨係個人嘅司機，但係其實對於整體嚟講都係有一個會係良好嘅情況。咁同埋咧對環境當然係好啦，因為少咗 emission 啊嘛。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最後一條問題就係話據我所知咧，譬如喺某啲區咧，包括譬如喺Toronto 咧，有個區係特別多華人參加競選嘅。咁而你頭先講俾我聽就話你其實1月份咧已經登記咗，即係代表滅絕人山 Ward 6即係競選。咁但係好即係相對地咧，你個區都有其他華人參選嘅。咁你覺得即係話，即係既然有冇覺得，譬如我已經報咗名啦，咁會唔會點解啲人又要走埋嚟一齊爭咧？咁對於華人嗰個譬如個票源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咧？咁咁我就唔能夠推測你話其他即係嘅人士嘅點樣諗法，呢個我唔可以做一個揣測啦。亦都個事實就擺喺面前咧，就係你又提到係呢個我係喺年頭嘅時候咧係已經係呢個報名啦。冇錯。咁其實咧亦都有媒體咧係喺2月嘅時候咧已經同我做一個訪問。咁我相信亦都係比較留意呢一方面嘅資訊嘅朋友咧，都會清楚。咁但係第一呢個多咗即係華人嘅候選人同埋一個選區啦。咁亦都好坦白講，當然個競爭會係加烈咗嚇。咁但係從正面嚟睇咧，亦都係我頭先提過，你提到我個所謂 John Tim Chan and Help Make a Difference。咁同樣嚟講喺華裔方面嚟講，我亦都希望透過係我哋唔止一個華人嘅候選人參選，從而帶動咧更多喺呢個係啦第6區嘅華裔嘅選民係出嚟會係投票，亦都係咧對呢個市政係加深認識，因為可能亦都帶出大家個興趣出嚟。咁呢一方面咧，我相信係一個正面嘅信息。我可以咁樣講，我
差唔多20年一路喺社區嘅參與，唔係為一個即係一個點樣講咧？個人膨脹或者要爭取曝光，因為如果爭取曝光，我唔需要再係一路咁持久咁繼續為社區嚟服務。咁事實上我有堅信嘅我自己，我係堅信呢個信念咧，就係話我住喺呢一區，我就要為呢一區能夠加強改善我生活環境，係基於咁嘅信念做出發點。好似從我小朋友讀書嘅家長、教師會、校議會行出第一步。一樣都係咁樣為社區呢個服務。我相信呢個選民嘅眼睛係最雪亮嘅，會睇到係用實事求是，係用身體力行，即係會係持久咁樣係呢一個為社區服務嘅人咧，投神聖一票。咁但係最重要，如果可以趁呢個機會呼籲咧，大家喺呢個11月13號係出嚟投票。頭先提到就係希望大家能夠即係善用我哋憲法俾我哋呢一個機會，因為尤其是係華裔咧，我哋係爭取翻嚟，我哋嘅前輩又好吃力咁爭取翻嚟呢一個投票權。講咗少少，其實我哋每一次專訪咧，我哋都有1分鐘嘅結尾時間咧，係俾候選人去做個票㗎。你而家可以重申你個票啦。好嗱，咁喺呢度咧，我呼籲咧喺列治文山大陸區嘅選民考慮第一，候選人嘅過去嘅參與社區不同層面嘅經驗，考慮係咪有可以實際有效咁樣為大家喺市府做一個強而有力嘅聲音。咁我陳志輝係喺過去20年喺社區嘅參與。係一路都會有持續，係有唔同嘅層面，對公共嘅架構係非常之熟悉，尤其是係個運作將有限嘅資源嚟為提供大家公眾嘅服務。我係相信，絕對有信心喺大家會睇過我嘅政綱，會認同係出嚟投我神聖一票，因為若果冇大家嘅支持，我亦都唔可以繼續為大家服務。我好希望大家喺11月13號或者預早投票嘅日期出嚟支持我，亦都可以共創歷史，為列治文山選出第一位華裔嘅市議員。多謝大家。好，多謝大家收睇多倫多網上電視嘅多倫多直播室。今日好高興就係陳志輝律師上到嚟我哋直播室，咁亦都講解咗佢個參選政綱。咁 Gavin，all the best。希望喺11月13號之後咧，就見到你喺列治文山嘅市議會。我都希望。咁多謝大家支持。多謝大家收睇，翻轉頭再見。